激活的人生靈異篇，夜晚燒記茶餐廳嘅外賣仔嚟到回魂大廈，單上面寫住此地址樓層有靈體，不要行後樓梯，最好念經及帶護身符前來。外賣仔喺9樓出 lift，紫羅蘭喺佢後面，詭秘嘅綠光一閃一閃。呢度陰森恐怖咁嘅，94137，邊度有94137啊？羅蘭跟實佢，我心臟病底唔嚇得喎。羅蘭拍佢膊頭94137，後生仔，外賣仔慢慢回頭望，你行過咗9413啊！外賣仔揞住心口暈咗喺地，失去知覺。有人行出走廊，咩料啊？嘈住晒，我趕住翻工㗎。仲講有人暈咗啊！快啲過嚟幫手啦！任何人着藍色蒙面緊身衣， 999啊！喂，你做乜嘢啊？着成咁？唉，你估我想啊？我老細個派傳單咋，我都好難頂㗎。衰仔，叫你救人喺咿咿我我，跪低！任何人跪低指住傷者，佢個口咁多泡，仲多過隻大閘蟹，你咪要我同佢做人工呼吸啊？任何人望下羅蘭，冇咗呼吸啦！你唔救佢10分鐘佢就死緊㗎啦！救人唔使用口嘅，用手就得㗎啦。羅蘭攤手指，走廊即時變成舞台，兩個着白衫牛仔褲嘅牛頭馬面跟拍子上場，一左一右企。羅蘭企中間，交叉手指公同食指指頭，砌心形派心心。三人跟歌詞跳舞，左手右手，隻手擺喺心口，兩隻手掌搭埋，深度5cm 嘅深度，速度1秒2下嘅速度，唔好俾佢停啊！藍色嘅任何人跟歌詞救外賣仔，右手隻手擺喺心口，兩隻手掌搭埋，深度5cm 嘅深度，捉下按壓，速度1秒2下嘅速度，跟玩具聲按壓。Hip Hop 潮童帶嚟自動體外心臟去戰器。哥哥，看更叫我拎俾你㗎。任何人拉開外賣仔件恤衫，開機鐵 pad 快 AED 電擊，舉高雙手激活恒心嘅時候，撳掣。外賣仔慢慢開眼，見到藍色蒙面嘅任何人。新聞報道外賣仔喺擔架受訪。隻外星人呢？隻藍色外星人救翻我㗎，多謝你啊，外星人！多謝你啊！任何人目送救護車自言自語。黐線嘅，呢個世界邊有咁多外星人㗎？佢望住我哋講人。就人啦，我叫任何人，唔係外星人。地下有傳單，消防處激活人心。關於一個公眾課程。呢張咪我之前派嘅宣傳單張。哦，我明。任何人雙手抱頭向天。呢個係天意，呢個係使命。我叫任何人，任何人都可以救人。任何人振臂高呼。字幕 To be continued。